根据这回天下杂志幸福城市调查，市长黄伟哲虽然好感度全国第一，不过整体市政评分却是落到15名。毛议员郭宏仪先针对市区道路拥护管理甲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来检讨。议员强调，互人会当自在行路的城市才是伟大城市，要求加强人行道的改善。普遍率非常非常高，连在乡下地方。人行道不管你是1米，甚至无甲1米，伊嘛要做，没有错。对人行环境的尊重，特别现在身心障碍人士走在我们台南市，来到咱台南市，咱这个文化古都，要来这佚佗。你看，光是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园区的人行道的建制，其实真的是为人诟病。特别是对这些身心障碍或者是老人家来讲，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说，简单的说，包括我在这，您说再过2个月就3年了嘛，哈。对。我们这2年多，将近3年以来，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小的，譬如说农路，以前只有7、8千万一年，现在2亿多了，增加3、4倍了。然后您刚刚讲人行道，我也特别注意到。好，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虽然有些人还是批评说黄伟哲任内第一任呢这个没有大建设，但是我还不以为意，我还是愿意把小地方给做好。当然，现况台南的路边专案持续推动，不过却无包括人行道、顶仔卡以及交通号志一并改善。所以议员会长嘛建请市长许可维修10条路边道路，做出互民众有感，达到恶劣的示范效果，就是对市政上好的宣传。选择看一个年度选择几条道路，我的建议是10条啦的示范道路。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有这么做。伊的示范道路是安怎？包括人行道的建制，包括中央分隔岛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优化，一起做，就这么一段路。这就是市长你的政绩，你敢知？你若做讲这10条路拢是你的政绩，你感觉讲我真正要把路做好，这10条就是示范道路。这示范道路让人民有感。我行伫这段路的时阵，会感觉就是无同。人民会主动甲你反映讲，倒一条路做了做好，这就是人民有感的地方。市长你敢有认同？我有认同。议员对道路施工品质的要求，除了希望修改驻地条例，建立共同管道，嘛希望交通量大的道路一定要提出智慧的数据来拥护施工，定具体解决方案。台南新闻郭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